從下邊嘅講古翻譯，大家會清楚知道點解講粵語嘅人講話有牙力、有自信、有擔當，唔會腦殘，唔會頭腦簡單、四肢發達。因為我哋粵語嘅音調豐富，具有強烈嘅韻律感，平仄分明，所以好聽得嚟，充滿自立自強嘅漢民族精神、戰鬥精神。當然啦，我哋嘅戰鬥精神係食腦嘅、有主見嘅，係為咗保衛自己嘅思想、自己嘅家鄉、自己嘅語言而去反抗侵略、保家衛國，唔會好似啲北佬咁，人講乜就信乜去做炮灰。所以我哋粵人愛公平、愛自由、有思想、有擔當，絕對唔會腦殘人云亦云。中華民族嘅未來一定屬於識得講粵語嘅人，大家話係咪？咩話？一定屬於腦殘嘅北佬啊！聽你講嗰個就真係腦殘啦。聽完飛仔哥嘅講古粵語翻譯，你就會知道點解講普通話嘅人冇腦冇思想，最適合做炮灰。呢種人最適合舊陣時嘅中國，用嚟打傳統戰爭，死10個換1個，用死人嚟換取戰爭嘅表面勝利，打和就當贏。呢啲咁冇天理嘅嘢，北佬就最擅長啦。唔打仗，唔做工程，唔做廠啊，普通話就做乜都冇料到，做乜都唔擅長。大家話啱唔啱？